都姐曾經同周星馳當面講：你周星馳永遠紅唔到。幾多歲死唔係一個問題，點樣死係一個問題。咁你計劃你點樣死最好？我最希望咧係冇病痛啦，瞓緊覺嘅時候咧，即係唔知咁樣死咗啦，就咁樣去咗。哇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恩賜，好大嘅福氣，好大嘅恩賜嚟嘅。到你嘅時間到啦，咁就去咯。唔少人齋睇熒幕上嘅都姐，都覺得佢係一個好強勢嘅人。例如主持嘅時候，冇人夠膽打斷佢，不過農夫陸永同思君就夠膽。拍節目嘅時候，全部嘉賓同輔助主持都要聽佢指揮。女方曾經爆料，都姐睇錢睇得好重要。女方同都姐拍拖期間，都姐唔知買咗三文魚定係大閘蟹返屋企，女方煮餸期間唔小心切親隻手。都姐知道之後，唔係第一時間問女方有冇事，而係叮囑佢就算流血都唔好整污糟啲食材，因為全部都係高級嘢，好貴噶。雖然係女方嘅片面之詞，但係唔少人已經認為都姐心目中錢比感情更重要。喺呢度，小編想講，呢個世界1000個人有1000個面孔，即使一個人亦都有2、3個面孔。睇錢睇得緊要唔係錯事。接落嚟，我哋睇睇都姐嘅經歷，你就知道佢點解認為錢係咁重要。1975年，18歲嘅鄭裕玲好羨慕美國嘅一位華裔女主播，自幼中意新聞系嘅佢即刻報考美國大學新聞系。都姐自細父母離異，父母未離婚之前經常嗌交，甚至大打出手。唔開心嘅時候又攞仔女出氣，最後鄭裕玲阿爸離開呢個家庭，都姐阿媽賺唔到乜嘢錢，平時兩姊妹嘅生活只能夠靠阿爸俾嘅贍養費。即使最後收到大學嘅錄取通知，都姐都只能夠放棄。佢覺得報考都係試下自己嘅斤兩，真係要去留學，學費都唔知去邊度攞。就係咁樣，窮字當頭嘅佢，暫時同夢想講再見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吹水台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可以出更多影片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